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翻到嚟一周黃金新聞，我係 Choco 啊。過去一周嘅黃金價格升升跌跌，跌完之後咧，但又突然間帶俾大家 surprise 喎。究竟發生啲咩事呢？我哋一齊回顧下。首先，經過一番獲利回吐嘅壓力之後，金價重回4000啊。皆因為美國公佈嘅就業同埋經濟數據疲弱，強化咗市場對聯儲局嘅降息預期。黃金作為非孳息資產，咁就受惠啦。呢件事引發咗金價大漲近3%啊，去到2週高位。至於近幾日啦，市場嘅焦點就落喺歷史以來最長嘅美國政府停擺事件啊！近排終於得到曙光啦，美國國會通過撥款，並由特朗普簽署法案，結束持續幾個星期嘅政府停擺，減輕不確定性，但經濟放緩嘅擔憂仍然支撐咗避險嘅買盤。新聞一出，令現貨金價延續漲勢。最後啦，討論少少技術分析啦。金價喺呢一個星期強勁上漲趨勢，已經突破咗4200呢個關鍵阻力位啦，顯示多頭主導。短期嘅支持位喺4000，阻力位大概喺4300。RSI 指數目前係65，處於中性偏多嘅區間。美國熱價可以關注下週聯儲局會議。如果降息確認，金價或者會挑戰4300呢個價位啊。整體嘅趨勢向上，但要留意翻美元反彈嘅風險。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video啊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